近日有客人問我哋 BNO Visa 係咪加咗價呢？英國永居又係咪加咗價？係加咗價，好多簽證都加咗價啦。今日就會同大家分享翻英國簽證喺2025年嘅詳細收費。首先講下 BNO Visa， 咁就由原本嘅250磅嘅申請費就加咗少少，大概7%，加到去268英鎊。而 IHS 咧本身就係5175磅啦，咁之前已經加價加咗60%有多㗎啦，咁今年就再冇加價，放心，出年就唔知道啦。至於 Family Visa， 即係英國人申請外籍伴侶子女嘅家庭團聚簽證，咁就由初次申請嘅1846磅加到去1938磅。咁英國境內嘅續簽呢，咁就由1258磅就加到去1321磅，加幅呢就大概係5%。去到英國永居申請，最近係有加價嘅，咁就由2885磅加到去3029磅，都係加咗少少，大概5%。咁英國所有簽證咧都會繼續加價，繼續收緊，基本上咧係一個大勢所趨嚟嘅。近日 Reform UK 喺英國嘅地方選舉贏咗好多，都唔知道係一件好事定係壞事，因為佢哋主張反移民而唔係反難民。大事我哋就理唔到咁多啦，但係如果你係有意移民英國，我哋建議你係盡早去做申請嘅，以免第日受到修例嘅影響或者係加價嘅影響。如果各位聽眾聽過有啲咩似是而非嘅傳聞想澄清呢，歡迎你喺下面嘅留言話俾我哋聽，我哋會盡快覆返嚟嘅。如果覺得呢一條片有用嘅朋友，歡迎你 like 同 share 去支持我哋。相信我哋好快會有新片推出，所以記得訂閱 UKM YouTube Channel。今集講到呢度啦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